在是星期三，现在已经是8点40分了。然后我打算等下做好自己的东西了，就要温习功课了。现在要来去吃早餐，耶、yeah早上的天空好漂亮哦。是我冲的一道云溪，我平常喝的是橙色，但是我在喝的是紫色，有一点道理不同感觉。然后现在要来剪片一下，这是我刚才用的那个颜色笔，就是我要做我的这个脑袋，所以我才会用这个颜色笔。就是这个是我的文具盒啦，就这个文具盒，然后就是这里。